2026年屬蛇嘅朋友嚟到馬年啊，可以話重新嘅開始啦。因為經歷過去年本命年啊，唔多唔少咧，工作上同埋個人啊都有啲改變以及一啲壓力㗎。嚟到馬年嚟講咧，就平穩好多啦。雖然吉星方面咧唔係好多，但係空星嘅能量咧亦都唔會好大，所以今年嚟講咧可以穩打穩紮，重新開始。吉星方面只有一粒，就係呢個6分。空星方面咧有病符、亡神、的煞呢啲細星，咁影響力咧係有限嘅。屬蛇嘅朋友去到馬年，佢嘅事業同埋財運方面咧，因為有6分嘅入住啊，就係增加咗你嘅事業上，譬如工資嘅提升，仲有咧一啲分紅啊，所以咧嚟到馬年咧，屬蛇嘅朋友咧收入方面咧應該係有所增加嘅。當然咧佢都有的煞呢啲麻煩事，但係唔算太強嘅，所以唔需要太擔心。感情運方面咧，今年冇正桃花星嘅入住，如果想桃花好啲嘅話咧，建議咧可以多用東南位呢個九子嘅位置佈局一下，令到自己嘅桃花運咧有所提升啊。至於健康運方面咧，要特別注意啦，因為有病符星喺度，依然有小病小痛，仲有咧亡神同埋的煞，今日影響到咧家宅運方面。呢個影響力咧其實唔算太大，亦都唔需要太擔心，稍微多加注意就可以啦。總結，屬蛇嘅朋友嚟到馬年咧，可以話咧重新開始嘅一年啦。喺馬年嚟講係比較上係穩定啲嘅。如果想成個運勢再上啲嘅話咧，可以多利用咧就係東北、正東或者東南呢個3個方位嘅佈局，可以令到你嘅事業、桃花、人緣、貴人等等咧有所提升嘅。最後喺度祝願屬蛇嘅朋友新嘅一年馬年行好運，萬事如意，財源廣進，一齊嚟接福啦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